象徵主義計劃，一場關於真實嘅顛覆性探索。一連4講，挑戰你嘅觀感同埋思想。準備好進入呢個前衛嘅世界未呢？第2講 Part 1，文學與舞台美學的象徵主義。喺19世紀嘅劇場仲喺度模擬緊現實，阿比亞就預言緊未來。陳恒輝將會帶大家走入去阿比亞嘅預言，睇下佢點樣捨棄舞台背景沉悶嘅彩繪 backdrop， 改用幾何立體嘅樓梯同埋光影去呈現呢？點解阿比亞係預言家？因為佢發現咗光唔單止係為咗照明，而係為咗雕刻空間。階梯同埋光影嘅交織，令到舞台成為咗盛載靈魂苦悶嘅容器。第2講 Part 2，頹廢、神秘與城市布希米亞，象徵主義者的生活與創作。象徵主義者認為物質只係表象，波德萊爾追求通感，藍波就渴望成為通力人。佢哋試圖喺現實嘅裂縫入面見到永恆。張力軍將會帶大家認識呢一場關於真實嘅爭奪戰，從歐洲嘅頹廢同埋耽美一路燃燒去到1930年代台灣嘅風車詩社。呢個唔單止係文學，更加係一場感官革命。